做完高能量儀器，反而皮膚突然間變差，越嚟越多斑添喎。究竟點解呢？準備做高能量儀器之前呢，停一停。嗱，呢個醫美界好少人提嘅真相啊！嗱，有啲人中咗招爛咗面咧，都唔知發生咩事。而呢個問題咧喺香港仲經常性發生添喎。大家好，我係 Lumus 創辦人姜博士。好多人覺得自己塊面仲幾正，冇乜斑，但係開始有啲少少衰老啦，所以咧就走去做啲高能量嘅提升啊或者抗衰老療程啦。點知做完之後咧，面上突然間浮現咗幾笪斑出嚟啊！我今日咧唔係同你講打激光反黑咁簡單啊，我係講緊透過熱力誘發荷爾蒙斑出嚟啊！嗱，呢個醫美界好少人提嘅真相啊！你肉眼睇落去冇斑，唔代表你底層冇斑嘅喎。嗱，好多荷爾蒙斑咧，其實潛藏喺你嘅皮膚底層。嗱，當你無端端遇到一啲好高溫去刺激嘅時候咧，將有啲隱藏嘅色斑咧，好容易被刺激，激發到佢皮膚嘅表面啊！最恐怖嘅嘢仲未完啊！好多呢啲隱藏嘅荷爾蒙斑咧，其實仲連住一啲錯綜複雜嘅微絲血管嘅。當微絲血管受到一啲高熱刺激嘅時間咧，就會爆發㗎啦。最後你就會發現塊面無啦啦成日發熱，最後就搞到塊面咧皮膚差埋，好容易敏感添啊！你唔好以為呢啲問題好罕見啊！嗱，根據我哋團隊多年嚟處理棘手色斑嘅經驗，我話俾你知啦，呢啲其實係好普遍㗎。所以做任何高能量療程之前咧，千祈唔好慢中中俾錢急住去做啊！第一步一定要用皮膚分析機照清楚底層，睇下有冇呢啲嘅隱形荷爾蒙斑同埋呢啲嘅微絲管問題啊！如果你擔心自己適唔適合做呢啲嘅高能量療程咧，歡迎預約我哋做一個免費嘅皮膚諮詢。